蔡英文到高雄的永安来看石斑鱼的产业。顶礼拜确诊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，本地今仔日出关嘛要做伙去，结果早起快筛也是阳性，就来取消着行程咯。台中的餐饮业者为着要来挺台湾的石斑，是用这个石斑类料理10项的菜色，要来抢趁钱的机会。另外，渔业署讲，即个影响到的3600吨的石斑。 中国无爱甲咱买，咱已经开通着日本甲其他国家的市场，嘛积极来拍开内销的通路，为台湾的石斑来找新的出路。大尾石斑鱼落去油鼎煎甲滋滋叫，佮叫用心落来糖醋酱，随变做一项古早味的手路菜。 金华蛤蟆、青脆的菜瓜含石斑鱼落去甲炊，滋味食起来足清甜。每一项好食的料理，全部拢是用台湾石斑鱼落去做。台中餐饮业者因为看到中国6月13号开始禁止台湾石斑鱼进口，互外销80%的石斑鱼销袂出去。为了支持台湾的石斑，特别煮10种料理，向民众嘴，希望咱拍开石斑鱼过来通路。煎、煮、炒、炸。 那我们会做一个龙虎斑的精华麒麟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很古早味的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，很简单的一个料理。这次因为石斑鱼是禁止，然后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台湾人自己动起来。业者强调，石斑鱼不管是真的、煎的、吹，还是做沙西米、麻一精油，更好处理。适合餐厅和民众伫厝煮，拢真便利。我们会有没有加强了国内的行销、国外的行销？ 然后我们把它养到大，在香港养到大，养到5台斤之外呢，日本非常喜欢我们这种5台斤以上的这种大石斑。那这个我想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。渔业署讲，即摆影响到3600吨的石斑鱼，无法度出口中国，价值超20亿卡刀，已经开通日本和别个国家市场。内销通路卖拍拼加油来推销，希望为台湾新鲜的石斑鱼找出新出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